廣東作為我哋中國經濟發展嘅前沿陣地，咁擁有眾多魅力非凡嘅城市。咁而家咧就興港人嚟到灣區城市養老。咁珠海同埋惠州咧就成為咗港人探討宜居、發展潛力等等話題嘅焦點。呢兩個城市咧係各有千秋，究竟邊個更勝一籌呢？咁呢條視頻咧，大鵬就會講得比較細緻，建議大家先點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啦，避免以後咧揾唔到噶啦。咁第一點嚟講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嘅氣候條件啦。咁先俾結論啦，呢兩位選手都喺呢個方面打得難解難分嘅，但係咧係細微有少少差別。珠海同埋惠州都係屬於我哋嘅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，咁全年咧都非常之溫暖。珠海嘅年平均氣溫大概係22.5度，咁惠州嘅年平均氣溫嘅話，大概喺19.5度到22.2度之間。咁冬季嘅時候咧，兩地都係比較溫暖嘅，體感差異係唔大嘅。咁夏季咧，因為都係靠海，相對之比較涼爽。不過咧，珠海嘅夏季高溫天數就比較少啲，惠州喺夏季嘅高溫天數咧就會相對多啲。咁第二點就係我哋嘅生態環境。惠州嘅森林覆蓋率嘅話咧係領先咗少少嘅，咁惠州嘅森林覆蓋率嘅話咧係高達61.7%，咁喺珠三角城市群入邊咧係獨佔鰲頭。咁我哋空氣質量嘅話咧，常年都係我哋嘅全國重點監測城市中名列前茅啦，而且佢哋水質嘅話咧係非常之清嘅，作為非常之重要嘅水源地，為周邊嘅城市供水。咁農副產品嘅安全性都係比較高啲嘅。咁我哋睇翻嚟我哋珠海啦，森林覆蓋率嘅話咧係31.92%，森林覆概率係低啲，咁就意味住我哋珠海嘅平原地區係比惠州多得多嘅，咁可發展性咧係更強。咁呢個都係好多香港投資人群買樓會選擇珠海嘅原因啦。咁第三個就係我哋嘅城市建設同埋人民居住環境。咁同樣咧，我哋先俾咗個結論先。珠海係一個小而精而且有序嘅一個城市。珠海係享有浪漫之城嘅美譽，城市環境係非常之整潔乾淨嘅，規劃都非常之合理。咁我哋政府嘅管理又非常之高效。公共服務水平咧喺我哋全國係處於領先嘅地位，咁城市基礎嘅建設咧都非常之完備，咁睇嘅話咧係呈現出非常之寧靜祥和嘅一個氛圍，而且比較少見到我哋電動車係亂咁樣穿梭。惠州嘅城市建設咧同埋公共服務同珠海相比就存在有少少嘅差距啦。儘管啦我哋講緊鄰新片區，例如我哋惠陽啦、大亞灣啦，居住環境係還可以嘅，但係城市整體環境同埋管理水平上面嘅話咧就係差咗少少。咁街道上面嘅啲電雞咧特別多，睇起身咧就有啲亂噶啦。OK， 咁第四點就係我哋嘅交通便利性。珠海嘅綜合優勢就非常之明顯啦。珠海咧就構建咗非常之完善嘅城際同埋公共交通體系啦。咁2023年珠海機場旅客嘅吞吐量達到咗1146.2萬，咁擁有5個高鐵站，公交網絡又發達，而且啲票價係非常之實惠嘅。60歲以上嘅老人家可以免費搭車，而且係已經形成咗機場、高鐵、高速、大橋、港口5位一體嘅立體交通網，方便我哋港人快速咁樣融入我哋嘅粵港澳大灣區嘅1小時城市生活圈。咁惠州咧雖然有多條高速公路嘅穿梭，但係公共交通嘅線路設計同埋班次都係唔及我哋珠海嘅。咁第5點咧就係我哋嘅房價同埋物價啦。平心而論啦，咁惠州嘅性價比會高少少嘅。珠海因為臨近我哋嘅澳門，係唯一同埋我哋嘅港澳路路相連嘅城市，咁地理位置嘅話咧就優越啲，而且城市環境係非常之好嘅，所以房價咧就相對嚟講高啲噶啦。但係咧，珠海嘅房價依家相對嚟講又非常之穩定喎。新房嘅均價咧係每平方大概係25000蚊，香洲咁樣嘅核心區嘅話咧係超3萬蚊左右有，橫琴更加係高至每平方係5萬蚊左右啦，物價都會隨之偏高啲。咁第5點就係旅遊資源方面，咁惠州擁有我哋非常之長嘅海岸線同埋眾多嘅島嶼，黃金海岸啦、巽寮灣啦、雙月灣啦，同埋海龜灣啦等等嘅沙灘係各具風情嘅。咁我哋海水嘅清潔度就比較高啲，仲有惠州嘅西湖啦、羅浮山啦等等5A 級嘅知名景區，但整體旅遊嘅資源數量係相對之有限嘅。2024年我哋全市惠州咧接待遊客嘅達到4500幾萬人次，旅遊收入大概係420個億。珠海咧佢被譽為百島之市，海岸線同埋島嶼係眾多㗎，城市嘅景觀都非常之靚。咁有我哋嘅珠海
海長隆啦，我哋嘅圓明新園啦，同埋我哋嘅珠海情侶路，仲有我哋嘅珠海漁旅、珠海嘅日月潭大劇院等等地標性嘅景點，旅遊資源咧係非常之獨特嘅。2024年我哋接待遊客大概係4200幾萬人，旅遊收入咧係達到530個億。咁最後視頻結尾咧，大鵬先感謝大家睇到呢一度嘅觀眾，咁多謝你哋嘅關注。珠海喺城市建設、經濟發展質量同埋我哋教育、醫療資源、交通便利性同埋我哋嘅旅遊資源嘅獨特性上邊嘅話咧係表現突出嘅。惠州就憑借住生態環境同埋較低嘅房價、物價以及比較多嘅就業機會，就展示出自己嘅優勢。咁兩座城市咧，邊個更勝一籌咧？就睇個人嘅需求同埋偏好啦。如果追求高品質生活、優質嘅醫療同埋我哋高效便捷嘅交通，咁珠海當然係更好嘅選擇啦。大鵬整理咗喺珠海在售嘅120個樓盤嘅詳細情況資訊，或者評論區打珠海2個字，我會 send 俾你噶。咁總之都係一句話，關注大鵬 channel 買樓全套服務。